哥，你人吼樱桃啦，搁后生啊，搁坐条趁钱，哇，一定有真侪查某介意你吼。喂，这个是你讲的哦，唔是我讲的哦。不过老实讲啦，唔是我咧操蛋，这个外面的人啊，拢总本是安尼甲我学咯，安尼讲我的啦。不过吼，我唔捌信任过的咯。我看是啊，恁大家啊，唔敢甲我嫌啦，歹势。飞哥是真的啊，那，你看你的人吼会晓唱歌啦，会晓写歌啦，会晓表演啦，个会晓主持咧，无简单的飞哥。这个我会使做证明啦，真实的啦。自从做了这个什么欢喜来做伴的主持人哦，够加厉害。我跟你讲安怎吼？足多查某去恁兜是毋是？你讲，什么管理价、肥的、瘦的、乌的、白的、大的、细的、老的、有的，啥物拢有。哇，讲甲尼是虾米遮侪查某？我甲你讲，我是一个富人咧，吼，我咧趁钱咧，互某收银行，吼，过街路的时阵，我会看老人，吼，捡到钱，人我会提醒人，吼，我是一个富人咧，哦，你安尼讲我咧，讲甲安尼饥不择食安尼吼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药会使乱食哦，话袂使乱讲哦，我甲你讲。飞哥。药会使乱食的咩？别人袂使，你会使。唔过啊，Will 讲的是真的，我亲眼看到咧，亲目咧。你看到，我会听到，吼。你真美丽。我这，哎呀，阿妹你呐，人我爱唱的是你无罪，安怎你会乱讲话？哦，安怎你人无食酒的，你讲酒话咧？无食酒讲酒的意思咧，就是乌白讲，是啊讲，唔是啊讲，对啊讲，唔对啊讲。当初咧就是讲吼，伊乱主讲话就是啦，暗啉酒醉，起酒吼安尼乱主讲啦。有时讲你人乱讲话，就是乱讲话，乌白讲。我甲你讲吼，人讲成功的查甫啊，后尾条就是一个成功的查某去甲伊支持了的吼。更何况啊，人我的某吼，不但伫后尾甲我支持，人头前有代志，伊嘛来甲头前甲我打。吼，人我叫伊去左边，伊就去左边；我叫伊去右边，伊就去右边哦。所以讲啊，人咧讲啊，若无后代咧，就行无脚步啦。你较早的时期咧，后代咧就个比作太太，无后代行无脚步。这句的意思咧，就是讲哦，一个好的太太咧，对一个查某人是真重要的哦。因为咧，到了未哈？对啦，安怎会用？你来调调卖药的吗？卖药的，卖药啦。我人轮你12集了，但不是我人讲的，讲到一半你来教教，无啦，无啦。我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谚语吗？分享谚语啦，水暖拿老本拿地哦。哎呦，会去你蓝色水玲珑就好，走来这边你中枪。我是这边的，你和我继续讲吼。那这个无后台，这出来这个这个无吼是真重要的，真重要的啊！爱处理大小代志的啊。